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好，我係曾國雄牧師，加拿大遠東廣播中文部嘅主任。首先多謝你過去咁多年俾我哋嘅支持，無論喺禱告上啦，同埋喺經濟上咧，都帶俾我哋好多嘅祝福同埋鼓勵，亦都讓我哋經歷到有你與我哋同行咧，係何等嘅寶貴。我哋每年嘅大約5月6月左右咧，我哋喺加拿大咧就有一連串嘅異象分享嘅晚宴嘅。咁今年咧喺溫哥華咧嘅日期咧就喺6月1號嘅晚上。咁地點咧就係列治文嘅幸運海鮮酒家。6月1號晚上係6點恭候啦，6點半入席。咁咧都好希望弟兄姊妹咧，你能夠同我哋一齊共享呢個晚宴，嚟讓我哋同你分享過去我哋嘅工作啦，同埋嚟緊嘅展望啦，同埋面對而家新嘅挑戰動盪嘅世代，我哋加拿大遠東能夠喺中國福音工作裏邊，我哋能夠發揮一個乜嘢嘅作用，一個乜嘢嘅影響。咁今年嘅主題講完呢，我哋喺請到美國過去嘅遠東廣播中文部主任黃家新博士牧師。咁佢係美國前遠東廣播中文部嘅主任，黃牧師亦都係一位非常出色嘅太空科學家。咁咧，佢曾經喺美國 Houston 太空中心咧發展部嘅主管嚟嘅。領導幾十位嘅科學家工程師咧一齊咧嚟去做好多嘅研究嘅工作啊。佢亦都咧攞過唔少嘅獎項，亦都咧著作過有唔少嘅書籍嘅一啲研究嘅報告啊。咁黃博士咧喺2001年蒙召，提早咧就離開太空科學嘅領域退休，又跟住咧就參與咗加拿大遠東廣播嘅侍奉。咁佢喺2014年咧就開始接任美國遠東廣播中文部主任。著有《奇妙嘅宇宙，奇妙的好運》呢一本書嘅。今年嘅主題呢，就係同黃博士佢嘅研究工作都有啲關係，亦都同我哋遠東廣播亦都楞上關係嘅。題目呢，就係諸天述說。藉住神嘅創造嘅奇妙咧，讓我哋領會到上帝點樣使用遠東廣播，藉住大氣電波咧，將佢嘅福音帶到普天之下，使萬民都可以聽到佢嘅福音嘅。我哋非常希望你能夠咧今次出席呢一個特別嘅聚會，亦都有機會聽到一位專業嘅太空科學家分享佢過去嘅研究之後得出嚟嘅結論，就係呢個宇宙不斷嘅宣揚係神嘅大能同埋神嘅榮耀。好啦，喺呢度呢，如果你想參與嘅話呢，我希望你同我哋聯絡啦。如果係溫哥華區嘅，你可以打電話嚟查詢啦，就係我哋嘅Gigi 姊妹啦，又或者 Vivian 姊妹呢，你都可以打電話嚟同佢接洽。我哋嘅電話呢係604-717-8369，咁內線呢就係142，內線係142。咁另外咧，佢嘅直接內線咧就係604-676-4115，支持你可以同佢聯絡嘅。多謝你嘅支持，喺呢度咧，祝你主恩滿溢。